300個單位只有12間 D 單位總價最平嘅3房望到水塘，因為呢間尺數係啱啱好符合翻你嘅預算，建築面積1079尺，全屋嘅裝修以呢個胡桃木色作為一個主調，1079尺對應翻呢一個客廳嘅空間，絕對可以。客廳呢邊望翻出去就係一個向南嘅水塘景。追求景觀，預算有限，又想要一個大少少嘅3房，一定要睇呢一間啦。兒童房呢一邊做咗一個上下格床，小朋友有一個衣帽間，亦都係一個小天地。主人房呢一邊巧妙咁利用咗呢個櫃分隔出2個衣帽間，男主人、女主人專屬空間。啱啱先見到嘅套房一樣有窗，3間房嘅空間望落去一啲都唔細。預算有限，想要大少少3房，留意呢間信譽天匯1座 D 單位1079尺3房2廁望水塘。